在新冠疫情期间，这汉药清冠1号是互人认定真有效的，也通来降低重症的风险。最近呢，这流感是当咧大流行，专家是来指出讲，这清冠1号同款会当压制 A 型的流感病毒，改善相关的症头，而且对这变种的病毒嘛同款有效果。 伫咧新冠疫情期间，中医药伫咧防治这部分有发挥作用。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指出，清冠1号会当阻止病毒入侵细胞，佫会当减少发炎的反应。苏当时就有185万人食了有效。若清冠1号敢有法度对抗目前正咧流行的流感呢？专家是安尼讲。它就是让病毒比较不容易攻入细胞啦，第一个哈。那第二个。 即便它攻入细胞之后，它会去抑制这些发炎讯号，让它不要发炎的那么严重。研究显示，清冠1号会当压制 H1N1 流感病毒复制，嘛会当改善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气管相关症状，甚至降低肺炎各重症的状况，比起流感更较会当应对变异的病毒。因为不是很精准，但是它是多靶点，所以它对变种有效。 另外，由联合会精准医疗建构小组建议出来汉药新冠指数1号，经过临床的证实，显示对治疗流感的病危，也就是家属这部分是有效果的。收录了231位病人，然后整个医学统计观察下来呢，他在1到2个礼拜内就起到一个很好的疗效。 统计显示，中礼拜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超过18万人次，这是最近10年来流感季上悬的纪录。有超过8成8个人是无注意预防的。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除了提醒注疫苗的重要性，嘛呼吁民众会当找医生评估，看敢要使用清冠1号来对抗流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